台中一间私立高中的学生录取4间大学的医学系，这个高中生真欢喜，都甲家己书面审查的学习历程抛去网络，结果互网友发现有一寡内容有造手，所以即摆阳明交通大学、台北医学大学、中山医学大学拢决定要取消伊的资格，也有一间中国医药大学讲会照规定来办理。 书面审查资料敢若造假，台中私校高中生小林刷去阳明交大、台北医学大学和中山医学大学取消录取资格，同款录取伊的另外一间学校，嘛可能去撤销录取资格。其他高中就来回应，希望大家会空间。非常的遗憾，也非常的难过。我们先给孩子一些空间，让孩子再整理一下他的心情。这位高中生正出4间学校的医学系必出1间。 即马正处阳明交通大学、台北医学大学、中山医学大学已经决定取消录取的资格。另外，中国医大是讲，招生委员会嘛决议会以规定办理，若是违反教育部相关章程，得去取消录取。学校对这个结果表示遗憾，后续除了针对这个学生，会加盖关心辅导，未来书面审查资料的真实性，卖谨慎查证。对于非专业的老师而言，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，会在深切的思考更好的做法。回头看这件代志，这位私校高中生伫咧网络顶欢喜分享家己学习过程的档案，内底有写到台大高中真金杯辩论比赛最佳辩手。不过网友一个查发现并无这个人，即马确定3间学校医学系已经取消录取的资格。中国医大招生委员会已经以大学入学招生规定第12条资料规则证书取消录取的资格，就等校长做上尾的决定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